引刺虫要吹走就好，不要用手拍打。拍打那个毒液跑到那个皮肤就烂坏掉了。哦，这可怕了！引刺虫怎么会这么可怕呢？引刺虫好像那个番薯也会呢，番薯放久了，它从那个孔里面也会钻出引刺虫呢。番薯从田里面捡回来，然后放地上，那久了以后会有一个孔，那孔里面会跑出引刺虫呢，好可怕哟！番薯哦，红番薯还是什么白番薯？烤那个番薯哦，从田里拿回来的，那放在地上久了它会干掉干掉有挖孔呢那甘薯都有一个孔一个洞的然后从里面会跑出这个引刺虫这个引刺虫好可怕呀！